國會眾議院今日表決通過不附帶醫療福利項目嘅短期撥款法案，令到政府盡快得以重開。特朗普總統表示會簽署法案生效。張麗儀報導。國會眾議院經歷2個月嘅休會之後，今日恢復議事，因為要迅速審批參院已經通過嘅臨時撥款案，以便結束歷來最長時間嘅政府停擺。眾議院今日嘅表決結果係222票贊成，209票反對，民主黨人有6票倒戈，而共和黨人就走失2票。呢個短期撥款案俾政府重開至少到1月底，以便兩黨有更多時間協商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開支同埋醫療福利補貼問題。臨時撥款案亦向聯邦農業部、軍事建造工程、退伍軍人事務部同埋國會等提供全年嘅聯邦撥款。法案嘅其他主要條款仲包括向所有受影響嘅必要聯邦僱員，不論係被迫放冇薪假，抑或係持續上班嘅人，補發政府停擺期間嘅薪資，並且逆轉喺政府關門期間任何嘅裁員，估計涉及超過4000名聯邦人員。同時禁止喺出年1月底之前嘅大規模裁員。此外，聯邦政府亦會全面發放 SNAP 糧食券計劃嘅撥款，至到出年9月底。不過，法案並不包含民主黨人要求對可負擔健保法嘅補助，但民主黨人可以喺下月中對喺年底到期嘅奧巴馬健保補助問題另行討論同埋表決。SNAP 嘅緊急基金以及 WIC 婦女兒童食物援助計劃嘅經費亦會提高，聯邦亦會全面資助兒童營養計劃。此外，國會同埋聯邦最高法院嘅保安以及退伍軍人嘅醫療福利撥款亦會增加。此外，喺其中一項撥款法案中，亦加入一個條款，就係如果一名國會議員面對當局調查，以及呢名議員嘅個人資料包括電子通訊記錄被傳召作證的話，司法部同 FBI 必須通知參議院。26台記者張麗月報道。